但是今年受天高的疫情所困扰，希望王家珍提出2015年将市场热清的年内22760个病例，高达112位死亡。一直到8档后，即时伫市场每天急症16414个病例，同款写下全国第一。议员质疑到底是天公伯啊对咱无友善，也是什么原因？而且喷药效果究竟如何？敢真正无其他撇步？强调民选就是一定要有执行力。台南市的登革热又是全国第1名。来，卫生局长，您说说看怎么回事啊？市长很努力，你很努力，环保局很努力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不忍多说。但是我是要问，作为市民，今天我们为民发声，为民不舍，你告诉我 ，Why China is always number one？为什么？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到埃及斑纹的这个生态分布，是哪里有埃及斑纹？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。哦，好，埃及斑纹，好 ，OK， 来，请说，你再给你时间，你说，那埃及斑纹分布，所以我们就染疫 number one，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因为只有埃及斑纹才会传播登革热，这是第一个。那请教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这3个地方埃及斑纹那么分布，你们那么努力，埃及斑纹还那么喜欢我们台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是生态学分布的问题啦。市长，我要问的是，为什么 ？Why Thailand is always number one？ 为什么我们台南那么支持民进党？为什么我们受的苦不比其他县市来的少？为什么今年死了28个人，到现在已经将近16000多的登革热案例？我讲了，你说我推脱；我不讲，你说我回避，这就是我的困扰。你是讲还是不讲？讲吧，来，市长讲。讲哈，讲就这样子了。其实这个事情，人跟蚊子的战争哈，持续了几千年了。那你看，现在世界上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，好，例如好新加坡，他们有3万例。那可是我还是不能推脱，我还是要努力。还是要努力去该喷的喷，民众抱怨了就骂我吧。那问题是我们还是得必须完成的。现在没有其他的 people， 你知道？就因为淡市变成8档一轮受天高的威胁，所以议员王家珍伫总日巡嘛提出网友的哭诉，发现淡市的市会拄好甲天高的疫情的香树网仔杂混的成。虽然被改成趣味的网仔版，不过议员却表达艰苦心，考试黄市长，下年以后千万唔通让予淡人就是网仔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